台南市议会环保卫生委员会上午伫召集人游英伫主持举行议员提案的审查。议员提案包括社会局的志工服务奖励、卫生局私立护理机构原址变更负责人的办理情形，加环保局粪扫清运的路线等。其中伫粪扫清运部分，因为永康地区有真侪新兴的主体，真侪议员建议，希望环保局会用优先规划，调整清运的路线，解决新增加的粪扫收运的问题。对此，环保局长嘛回应，会考量人力加机构做适时的调整。非结合性的住宅就是一个新的建案在那个地方，那想当然就是会有人就会有新的这个垃圾量了。那我们环保局这边，我们大概多久会调整一下路线？如果说我们可以知道说这个地方即将会有大量的人口入住的话，那我们是不是在那个路线上面，或者是说我们的那个点的设置上面，可以就预先做调整，而不是等到说一定来就这样，粪扫就这样，才能做调整这样子。咱的量一直加来，咱的粪扫车、永康的，尤其永康的啦吼，老旧一直在淘汰，新的补无到服务的啦吼，所以咧，甲你拜托，就是讲永康，你特别一定爱加拨，一定爱搁加较重视一下啦。一些车辆机具的部分真的要补充，因为其实人力已经相当的紧绷的情况下，如果机具又没有办法有正常的发挥的话，其实都会耽误到后面的工作。说这个部分再拜托，我想也不止永康啦。机具的问题说实在，这个机具跟人力的短缺，确实是台南市非常大的问题啊。我们跟其他五都比起来，相对来讲真的是差距很大而且机具呢，如果我去中央要补助的话，他之前都是要求我淘汰才能补助啦。那这个对我们的当然，它那个是因为计划性的，是为了减少空气污染争取的经费。那未来如果是属于资源回收这一块，我们是期望说不要淘汰啦，还可以运作的就继续运作，我的机具才会够那人力当然就是说，如果我可以慢慢再补充的话，我们努力来做这件事情另外，伫志工服务的奖励部分，因为目前市府奖励内容只有10几个点有优惠的办法，议员应爱大力认为优惠的内容甲原有的市民优惠有重复，因此建议社会局应该扩大优惠内容。对此，社会局嘛回应，因为牵涉到其他的局处，未来会甲跨局处来研议。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